在立法委员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蔡秋兰积极合作媒合之下，国际扶轮3521地区以及3470地区共同关怀七股、将军、北门客家4块弱势灾民。由区公所甲里长提报每日1户灾情严重、正需要救助的家庭，总共53例，每户发送慰助金1万块，作为上及时的纾困支持。感谢。好，来到我这1、2、3，感谢。会有这类行动，源自先前扶轮公益网关进编辑袋啊，协助灾区清理时。国际扶轮3470地区总监庄和达便主动向陈廷辉委员表达希望会当帮助到弱势受灾户。3521地区林政帮总监也募集社友的爱心，共同献爱。时阵拄拄着咱廷辉的位啊，甲怡珍吼拄啊，伫遐咧讲，我讲安尼，无是咪麻烦伊来麻烦咱这里长来斗相共按恁里内底找出上困难的咱需要帮咱的人咱就先来甲帮忙，后先互度过这难关所以真感谢咱怡珍立委怡珍议员足真紧的按这名册用出来。这个工作就有一点像抛砖引玉。我想讲，这个工作紧来做，后壁人一定有人来做。我希望讲做这个工作了呢，伫受灾户这边呢，有一些安慰。其他人都会来帮忙，其实大家紧把这个灾能够很快的重建，所以我们紧来找讲，上有好的方式紧来解决这个代志。这个我们这些同学我们这个总监同学伊讲，这个部门来帮我们处理，所以呢是，我感觉这整个的程序作业足紧所以这边呢大家来帮忙，我会当来完成这个任务。陈廷辉、陈义珍甲蔡秋兰。随即联系当地公所以及里长，协助名单会诊甲关注媒合，同时嘛感谢国际扶轮的积极参与甲协助，展现扶轮体系强大行动力甲团结精神。在当时候，他们来做一些物资的发放的时候，那就有我们的总监说，他们有希望能够来直接关心，所以我们谢谢我们的区长，在很快的速度总共有7股，然后将军、学甲、北门4个地方的区长都来协助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们很快的速度就把资料给了总监们，那他们就可以来安排这样的一个关心。那每一个急需要，我们都由区长去了解里长，由里长来报这样的资料那由他们来直接面对面用现金资源，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所谓受灾的一个过程。所以真的很感谢，我们希望有更多善心好朋友也一起加入我们关心我们灾民的这样的行列。立委陈廷辉表示，灾后重建工作不只是工程，更是人甲人之间的连接。感谢国际扶轮发挥强大公益行动力，不只伫第一时间捐赠篷布、编织袋仔等物资，更早来实际慰助金，帮助灾民渡过难关。议员陈义珍、蔡秋兰也强调，面对重大灾害，更当看到社会的温暖甲力量。这笔慰助金对着弱势家庭来讲，不只是金钱上的帮助，更是精神上的支持。希望透过资源媒合，为地方带来实际帮助甲温暖的力量。电视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